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帶嚟幫我出聲博下說書人嘅文章，炒作兩強共治，美國想扇中國一鑊啊！由中美交流基金會主辦嘅香港中美論壇2025，11月17號喺香港舉行。前美國駐華大使博卡斯喺論壇上面發表演說，佢話期望中美元首10月份嘅釜山會晤之後，能夠認清楚 G2 嘅格局，繼而跳出狹窄嘅國家安全視野。博卡斯嘅講法呢，明顯延續咗特朗普早前提出嘅 G2 嘅概念，係指由中美兩國組成嘅兩國集團，具有舉足輕重嘅影響力，足以制定同埋主導國際嘅秩序。由特朗普嘅 G2 論可以睇得出，中美經過多番交手之後，美國開始正視同埋尊重中國嘅強大，不得不承認中國嘅平等地位，但並唔意味今個特朗普政府將會尋求同中國合作，同中國聯手兩強共治世界。更大可能就係美國想借炒作 G2，從而扇中國一鑊啊！對於美國派送嘅呢一頂高帽，中國並冇戴上。由始至終，中方都保持沉默。畢竟兩強共治嘅舊思想已經跟唔上多極化嘅時代啦。隨便接話可能會引起唔少嘅外交麻煩添。首先，G7係西方發達國家嘅核心圈，特朗普提出 G2。明顯係俾呢個圈子加咗一個副手，試圖改變一超多強嘅格局。如果中國接受呢個地位嘅話，同美國以外嘅西方國家打交道嘅時候呢，無疑會多咗幾分尷尬，甚至引起佢哋嘅敵視添。而且中國仲要考慮到中俄嘅關係，如果中國接受咗 G2 嘅提議，估計俄羅斯嘅反應會非常之大啊！作為中國嘅全面戰略協作伙伴，俄羅斯都一直係主張多極化嘅，由此反對小數大國壟斷國際嘅事務。冷戰時期美蘇嘅兩極格局俾俄羅斯痛苦嘅回憶，何況深知呢種架構最終只會引起對抗同埋衝突。如果中美組成咗 G2，俄羅斯在外交上邊更加被西方排擠，能源話語權都將會被擠壓添啊！G2概念亦都唔符合中國嘅外交戰略。近年中國全力推動金磚國家嘅合作，一帶一路倡議，目的就係要打破美西方主導嘅舊秩序，促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，令到發展中國家擁有平等嘅參與權。G2 隱含嘅強權邏輯會令所有新興國家感到不安啊，從而影響中國與新興市場國家嘅合作基礎。但對中國嚟講，呢啲關係係決不可以動搖嘅。中美實力對等已經成為咗事實。特朗普政府炒作 G2，試圖用兩強共治嘅框架嚟綁架中國，令中國陷入外交兩難嘅尷尬境地。呢可能就係霸權冇牌打之下諗到嘅一張爛牌啦。奈何美國嘅挖坑技術並唔高明啊！中國唔單止冇入坑，只需保持沉默，就令到特朗普面上無光啦。